是徐伟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喽。今天徐伟老师呢要教大家讲的是各式料理的客家话。首先呢，在台湾很风行的是日本料理，怎么说呢？日本料理。日本料理，日本一听就知道就是日本料理做出来的菜。日本料理，瓦萨比呀、沙西米呀那些东西，日本料理。那台湾料理呢也很好吃哦，台湾料理，台湾料理很好记哈。那四川菜呢，西川菜，西川菜。那泰国菜呢，泰国菜，泰国菜，泰国菜。那韩国菜最有名的就是烤肉咯，韩国烤肉，韩国烤肉，韩国烤肉，这是韩国烤肉啊。我们来试试看造句好了。今晚我们来吃日本料理好吗？这句话跟徐老师念哦。安不呀，安不呀，就是今天晚上。安不呀食日本料理好吗？安不呀食台湾料理好吗？就是我们说今晚来吃什么什么菜，就这么用了。那像我们说嘴大吃四方，嘴巴大，什么菜都吃得进去了。然后客家话刚好就可以这么讲了。面太好打扮，嘴太食西风，什么意思呢？脸大呢好打扮啦，擦粉啦，涂口红啦，也都比较好画嘛。所以面太好打扮，嘴太食西风，嘴大吃四方，什么菜都吃得进去，有口福的意思。来跟我念一次哦。面太好打扮，嘴太食西风，就这么讲咯。接下来呢，音课喜相逢，徐飞老师要介绍一个客家俗话了。我从小听我爸爸念，每次我们要下车的时候，爸爸就一定会特别强调说，再看看有没有东西留在车上啦，还有开车门要看看有没有后方来车咯。这句话叫做千金难买回头看，千金难买回头看。千金就是千金，难买难买，回头就是回头看，就是看。千金难买回头看，千金难买回头看哦。那英文怎么说呢？英文有一句话很常用哦 ，Better be sure than sorry。sorry 就是后来难过后悔，所以宁可你前面先 sure 很确定，以免后来后悔哦。会了吗？我是徐薇，学到这喽。接下来呢，要跟徐老师一起复习咯，嘴巴借我了，拜托拜托，嘴巴张开来。第一个日本料理，日本料理，台湾料理，西川菜，泰国菜，韩国烤肉。面太好打扮，嘴太食西风，千金难买回头看。英文呢 ？Better be sure than sorry。我是徐薇老师，新 morning 暗自 say 哦。